我而家咧身後面咧就喺歐洲，甚至乎成個世界啦都非常之有名嘅一個現代音樂廳 Elbphilharmonie， 佢係位於咧德國嘅漢堡㗎。趁住呢個長假期啦，我就去咗德國幾個城市旅行。呢一集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喺旅行裡面嘅一啲感受同埋所見所聞。曾經咧有一段時間啦，我係住喺香港中上環嗰啲舊樓嗰度㗎。咁有一樣嘢咧，我係特別中意做嘅，就係咧我好中意咧做城市漫遊啊！即係好中意喺咧香港唔同嘅區咧冇目的咁樣周圍行下。咁而城市漫遊呢樣嘢咧，其實有一個專有嘅生字，就係 Flaneur， 佢係一個法文嘅生字嚟㗎。因為咧喺大概19世紀嘅時候啦，法國嘅巴黎咧就正值大規模嘅城市化，咁有好多嘅地區啦，唔同嘅街頭巷尾啦，都有好多嘅鋪頭啊、餐廳啊、市集啊，慢慢咧就出現。咁而咧喺巴黎裏面嘅一啲詩人啊、藝術家啦，就覺得啦街頭巷尾有好多事情發生啊，所以咧呢啲嘅藝術家咧就用一個觀賞嘅角度啦，去欣賞咧巴黎街頭巷尾嘅發生嘅大小事，而佢哋咧就創造咗啦呢個 Flaneur 呢一個名詞，就形容咧一啲中意喺街頭巷尾遊走嘅人嘅一啲嘅行為。移民澳洲之後，我反而更向往前往歐洲旅行。並唔係澳洲唔好，而係澳洲嘅城市化、密度同埋歷史嘅厚度本身就決定咗唔適合做城市漫遊。其實喺呢個世界上，能夠步行、閱讀城市、感受時間沉澱嘅地方，其實唔係好多。相反，歐洲好多嘅城市，每一條街都好似一本歷史書一樣。高度密集嘅人口令到生活、文化同埋設計自然地滲透喺街頭巷尾，唔需要去刻意揾景點，風景本身就會揾到你。而德國正正令我向往嘅地方，就係因為本身係一個工業大國。德國對結構、精準同埋內容有一種近乎固執嘅堅持，呢種嘅態度亦延伸到工業設計同埋手工藝之中。所以你會發覺唔少真正精彩嘅設計，往往會隱藏喺唔起眼嘅小店入邊。好似呢一間二手嘅古董店，店主專門收購一啲舊家私、舊嘅燈，再親手拆解、修復、重組。最吸引我嘅目光係一部擁有過百年歷史、全機械、零電子零件嘅收銀機。佢唔止係一件古董，更加係一種對時間嘅尊重。透過店主嘅雙手，令到舊嘅物件唔再被保存，而係重新賦予活着嘅價值。另外亦都遇到一位年輕嘅設計師，佢同我分享點樣以拉力為概念，好似吊橋一樣去設計屬於自己品牌嘅燈具。作品表面簡潔，極度克制，但係背後其實係精密嘅結構計算同埋物理思考。聽完佢一番解釋之後，我幾乎冇猶豫，就算千辛萬苦都好，我都帶咗佢一件作品返澳洲嘅屋企，融入我自己嘅生活空間。對我而言，城市漫遊真正嘅定義並唔係去咗幾多個景點，而係冇目的、冇路線，只係專注當下，留意身邊嘅風景同埋偶然發生嘅對話。正正因為冇預期，旅程先會充滿驚喜。今次嘅德國之旅啦，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個城市咧，就係我而家身處嘅科隆。雖然咧科隆咧喺成個歐洲如果旅遊城市嚟講咧，真係一啲都唔出名，亦都唔受歡迎。咁但係咧，我自己中意咧科隆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係好適合啦做 Flaneur， 即係城市漫遊呢一個嘅行為嘅德國城市。嚟到科隆 Cologne 呢個地方咧就好唔同，因為佢咧好多嘢咧都係圍繞住咧我身後面咧
尖頂頂嗰兩個咧，就係呢個科隆大教堂。咁佢所有嘅嘢都係圍繞住科隆大教堂啦，同埋呢一個嘅中央車站，而呢個輻射嘅形式咧而散開去。所以咧，佢所有嘢咧都係非常非常之集中。呢一個地區咧有好多橫街窄巷啦，有好多唔同嘅商鋪啦、唔同嘅餐廳啦、唔同嘅 coffee shop 咧係可以咧慢慢去尋幽探秘。再加上咧，本身科隆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大嘅旅遊城市，所以你唔會見到啦，有好多嘅遊客啦擠滿咗橫街小巷，你亦都唔會見到啦好多只係專做遊客生意嗰啲咧嘅餐廳啊，或者嗰啲叫名店啊、打卡嘅名店啊、網紅店等等。所以成個嘅感覺咧，你係可以慢慢啦去發掘啦啲德國人啊，又或者科隆呢個城市咧嘅本地嘅生活啦。所以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喜歡啦科隆呢一個地方。科隆除咗喺城市漫遊嘅層面深深打動我之外啦，佢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嘅旅遊地標，亦帶嚟咗一種可以話係一世人都唔會忘記嘅體驗。我而家咧身處喺咧科隆大教堂主塔樓嘅地方嘅上面，我夠膽講咧，呢一個咧嘅教堂咧，係我都去過歐洲唔同大大小小嘅教堂，佢係最靚嘅呢一個教堂之外咧，佢係最辛苦嘅教堂。嗰種嘅辛苦咧，係好多人頂唔順咧，中途放棄。點解咧？因為咧，我哋而家身處咧嘅高度咧，大概係100米咁高嘅。咁如果以3米一層樓嘅話咧，呢個高度咧係大概有30幾層樓咁高。但係呢30幾層樓咧，佢係由一個好細嘅旋轉嘅樓梯而組成，所以咧你係要一口氣咧行咗大概，我先問咗咧嗰個 staff 咧，你係要一口氣行500層嘅樓梯咧，先至上到嚟咧呢一個嘅塔樓最高嘅地方。好彩咧，平時都有做開 gym， 以前咧亦都住喺唐9樓嘅，所以咧行樓梯對我嚟講算係一個 challenge， 但係咧未算係唔能夠做嘅一件事。但係咧，我見到好多人咧，頭先咧買完飛之後咧，佢哋行到一半咧就放棄，因為咧都一口氣要行30幾層樓上嚟咧，都真係好辛苦。但係咧呢一個嘅地方咧，係我去過咁多嘅教堂嘅 experience 咧最特別嘅，因為咧首先咧科隆大教堂咧係德國最大嘅哥德式嘅教堂。咁咧，佢本身咧，你從外觀上睇咧，佢已經係好宏偉、好震撼，因為佢有好多好 detail、好微細嘅塔樓同埋修飾咧喺外牆嗰度。咁再加上咧，佢呢度嘅啲石頭，因為風化雨水嘅侵蝕咧，佢好多嘅石頭咧都已經咧變成咗黑色啊、灰色，所以咧你喺從外觀睇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係好深沉，但係好多細節。而係好宏偉嘅一個好古舊嘅教堂嘅建築。咁而呢一個行上嚟呢個塔樓嘅經驗咧，係真係好特別，因為咧你行到上嚟呢個塔樓咧，你係可以從佢嘅好近距離，從佢嘅外面咧、外觀咧，去欣賞到佢整體嘅建築。舉個例子，我哋而家喺塔樓嘅最頂，你見到我身後面呢啲咧，全部都係好多嘅呢啲細節，然後咧係可以近距離咧通過呢啲鐵絲網咧望到出面嗰啲好 detail 嘅建築，係非常之靚，非常之震撼。所以咧，我而家都盡透緊氣，但係呢個嘅經驗呢個體驗咧係好難得，亦都係好值得嚟。不過如果尤其是你湊住小朋友，
孭住好多好大件嘅行李咧，你真係要諗清楚，因為你係要一口氣行一條好窄好窄嘅旋轉樓梯，一路行30幾層上嚟，哇！呢個值得。透過航拍嘅畫面，又或者更容易理解到塔樓觀景台嘅實際高度。歐洲嘅教堂數量之多，幾乎難以統計，但係真正容許遊客攀登至最高塔頂，而且高度相當於30幾層樓嘅，其實並唔多見。當你企喺塔頂，距離建築本身只係一步之遙，你先至可以真正感受到哥德式建築嘅震撼。佢可以極度宏偉，同時又係極度細緻，可以喺城市遠景中成為一個地標，亦可以喺近距離下讓你睇清每一刀石材嘅打磨痕跡。無論由外面仰望，定係由塔尖內部向外感受，科隆大教堂嘅體驗確實係只此一家。要到達呢個位置，你必須要通過一條30幾層樓高嘅旋轉樓梯。樓梯除咗長，仲要窄，僅僅夠2個人擦身而過。窗戶長期緊閉，上落嘅遊客全部都係共用同一條通道。途中冇任何嘅空間可以停低休息，因為只要你一停，你就會阻礙咗兩邊上落嘅人。偏偏我係一個喺旅行之前幾乎唔做任何資料搜集嘅人，出發之前亦都冇睇過關於教堂介紹，唔知呢條樓梯有幾高，更加唔知道有幾難。我淨係記得當時不停咁提住自己一直向上行，但係行極都未到，行極都未到頂，完全唔知道自己上咗幾多層樓，亦都唔知道仲要上多幾多層。但係回想返，其實都好彩自己唔知道，因為如果一早知道真相嘅話，可能我根本就唔會開始。亦都係正正呢種唔知道，先令我完成咗一段原本可能會放棄嘅旅程。我而家咧喺柏林嘅漢堡車站當代藝術館，呢一個嘅藝術館咧喺整個嘅德國，甚至整個嘅歐洲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當代藝術殿堂嚟㗎。佢前身咧就係一個舊嘅火車嘅終點站，咁咧佢就喺1996年嘅時候咧就得到一啲藝術基金嘅贊助啦，就改變成啦一啲藝術嘅用途。佢最有名嘅地方就係佢收藏咗啦好多有名嘅當代藝術家嘅作品。尤其是大家都可能聽過嘅 Andy Warhol 嘅作品啦，都呢度都有收藏。而另外一個咧，佢好有名嘅地方咧，就係本身佢係一個舊嘅火車站啦，所以咧佢嘅空間咧係非常之廣闊，亦都非常之大嘅。所以咧佢時常咧都會做一啲非常之大型嘅裝置藝術。今日咧我就嚟到呢度啦，去參觀一啲新嘅展覽。咁希望咧帶大家啦睇下啦呢一個嘅藝術館咧嘅一啲嘅作品。呢一次嘅大型展覽作品係由捷克籍嘅藝術家 José Lover 創作嘅，作品名稱叫做 Embrace， 亦都係Chanel Commission 委約嘅計劃重要作品之一。因為呢一個嘅藝術館前身就係19世紀嘅火車站，帶住咗濃厚嘅德國工業時代嘅印記。呢一個嘅背景亦成為作品其中一個關鍵嘅語境。Embrace 幾乎完全佔據咗展覽中央嘅空間。呢位藝術家利用高達9米嘅手織布料、刺繡、麻布，配合混凝土、金屬，建構出一個幾乎係雕塑同建築裝置之間嘅場景。柔軟嘅紡織物懸掛喺粗獷嘅工業建築之中，形成強烈嘅對比，亦正正回應咗德國工業文化中對結構、重量同埋功能嘅重視。作品背後嘅創作理念其實係源自藝術家本身對中歐歷史同埋工業社會嘅反思。混凝土同金屬象徵咗當時嘅制度、工業同埋權力，至於手工嘅刺繡同埋布料，則代表咗身體、勞動力同埋被忽略個人嘅情感同埋感受。兩者放喺同一個空間，並唔係為咗衝突，而係為咗一種互相嘅依附。當你企喺呢一座前工業建築入面，
被巨大嘅結構同埋柔軟嘅材料包圍嘅時候，你自然會思考究竟工業、歷史同埋身體之間，我哋而家其實身處喺邊一個嘅平衡點呢？第一眼睇到呢一個作品啊，我確實俾眼前嘅比例同埋表象震撼到嘅。走入咗整個嘅空間裏面，係可以感受到啦，唔同嘅文化嘅藝術家，其實好多時候都喺自己嘅回憶又或者成長經歷裏面去揾創作靈感。每到一個城市旅遊，我一定會參觀佢哋嘅現代藝術館。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啦，藝術館嘅空間係一個城市裏面最奢侈嘅部分。再加上當代藝術嘅創作背景、年份同埋歷史，同我哋呢啲觀賞者係極其相近嘅，所以你會更容易同藝術家溝通得到，繼而睇作品嘅時候會有更大嘅共鳴。講開德國嘅藝術，就唔可以唔講下柏林嘅街頭藝術。因為街頭藝術更加接地氣之餘，接觸嘅人更加廣泛。柏林嘅塗鴉藝術更加代表咗人民嘅信念、堅持，甚至乎代表住一種無形嘅力量。我而家身處喺柏林圍牆嘅位置 East Side Gallery。我一直以嚟都好希望親身嚟到呢一個地方度睇一睇㗎，因為我覺得呢一埲牆係代表住人類20世紀裏面一啲好重要一連串嘅歷史事件嘅一個象徵。而家睇落去一個好厚實嘅石屎牆，但係曾經佢好似一把鋒利嘅刀咁樣，將柏林呢個城市一分為二。有好多人一夜之間失去咗佢原有嘅家庭、原有嘅生活、原有嘅工作、原有嘅朋友。甚至乎好多人因為呢一埲牆而失去咗無數嘅性命。呢埲牆樹立咗超過28年之後先至去到1989年，因為柏林人嘅堅持，因為柏林人嘅勇氣，甚至乎佢哋對未來嘅希望，將呢個高牆推倒。佢哋亦都用自己嘅毅力話俾全世界人知，再高嘅高牆都有機會倒下嘅一日。呢次嘅德國旅程可以話係去過咁多次嘅旅行裏面心情最沉重嘅一次，因為無論香港、澳洲以至世界嘅舞台上面，都有好多令人震驚嘅天災人禍發生。加上我自己人過中年突然間就會收到好多身邊嘅朋友屋企人認識嘅人一啲不幸嘅消息。好多尋日我哋仲以為理所當然嘅人同事，突然之間就離開咗我哋。喺呢個假期裏面，我一直喺度思考，面對生活嘅變遷、生命嘅無常，如果我自己幸運嘅話，可能仲有一半嘅人生要繼續行。咁究竟我會選擇一趟乜嘢嘅旅程呢？地產中介會唔會係我嘅終身職業呢？如果唔係，我自己有冇比呢一份工作更加想達成嘅目標呢？我相信大部分嘅觀眾同我一樣，好幸運地冇經過戰火嘅洗禮，亦都冇好似柏林人嘅經歷，同自己最親嘅人分開相隔28年。雖然我哋冇外在嘅牆，但我哋人生嘅圍牆又會唔會係由我哋自己築起嘅呢？現今嘅世界好似進入咗一個新階段，資訊、科技、人工智能，而我哋未做出任何反應嘅速度，將我哋曾經建立嘅嘢一夜摧毀。將來我哋點可以面對世界格局嘅劇變呢？仲有就係一則又一則荒謬絕倫嘅新聞，我哋睇完之後又點樣可以好好梳理自己嘅情緒呢？而過去發生嘅事又正正提示緊我哋啲乜嘢呢？我相信柏林人嘅經歷比我哋呢啲外國遊客睇落去嘅更加複雜。而我哋香港人呢幾年嘅生活，亦都可以話係有苦自己知。雖然歷史就唔可以改變，因為已經發生咗，但係將來卻可以改寫。希望我哋從悲傷中慢慢咁樣恢復過嚟，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強大嘅自己。最後，我想用德國著名嘅哲學家尼采嘅一句名言送俾所有嘅觀眾。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柏林可以，香港亦可以。